喺呢套戲入面，我會同大家介紹3種讀懂劇本嘅必學技巧。咁第一個技巧就係喺對白入面咧，捉住線索嚟到掌握呢個故事嘅結構；而第二就係掌握主角嘅心理變化；第三就係揾出呢套電影嘅中心思想。只要做好呢3件事，你馬上就可以成為一個稱職嘅影評人啦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啦。第一個讀懂劇本嘅必學技巧呢，就係喺電影嘅對白入面捉住線索。要分析一個劇本呢，其實就唔使一定要睇晒成套電影先至可以做到嘅，因為往往喺電影入面呢，好多時候已經好似買大包送大禮咁樣話俾你知，究竟點樣嚟到睇一個劇本。分析劇本嘅時候呢，揾出故事嘅主線係首要任務嚟嘅，而係分析故事主線係啲咩嘅時候，揾出起承轉合嘅起就相當重要啦。因為之前嘅片入